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几天从10月10号开始，你敢有注意到中东的战争？中东的战争，对咱做囡仔的时阵，就听过真侪的故事。中东战争是战无停，历史宗教自起因，现实政治过来高甜，叮叮塔塔，最可的万恶，是非真难平。今仔日，咱透过现场在以色列的一对阿某，甲3位专家，咱好好来讨论这件代志。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崔振奎。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二位，台北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軍事連線雜誌的總編輯劉學謙。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就是我他所講的。伊也是人伫以色列的部落客約阿咪因阿伯，兩位好。你们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待会呢会先看一下今天早上这整个事件的进展的新闻片，那么之后我们再来請教兩位。好的，那麼接着呢，咱就來看，這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進入到第6天咯。以色列攻擊到加沙走廊，那麼進行到全面性的封鎖，造成加沙地區死傷真嚴重。以色列當時嘛宣布成立了緊急政府，甲戰爭的這個內閣，要來對抗到哈馬斯。在西北哈马以色列北部地區警報聲響架連，泰伯利甲海法市攏聽到，講是有一支為黎巴嫩進入以色列要求百姓緊急避難。總理納坦雅胡當時戰爭期間，甲在野黨領袖簡斯強助緊迫政府，各加州國防部長格朗特造成戰事內閣。בכל החזיתות עברנו להתקפה. כל איש חמאס הוא בן מוות. חמאס זה דאעש. ונרסק ונחסל אותו。哈姆斯的卡布总团体艾兹丁卡萨姆里表示，在以援在以色列境内作战，以军可能准备对哈马斯展开沿海会地发动地面进攻。佮表示，伫加沙周围部署战车编队，伫新一波冲突当中消灭数百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哈马斯表示，用一辆R6空火子弹攻击沿海多次海法无人员伤亡通报。路透社记者表示，伫以色列上北边往黎巴嫩边境的小镇美图拉有一栋厝被拍掉，这附近离黎巴嫩南部边境无远。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一直伫这所在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向哈马斯伊朗支持者发出警告，唔通利用加沙战火将中东的战争扩大。恭喜新闻黄文玲朋友。咱即摆现就是啊，咱就来连线到了以色列，以及所在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对阿沃呢，约阿米。那我即马现场要来用华语来甲访问两位好，主持人好，你们好。我们想要先请教，到目前为止应该是第6天、第7天、第6天左右哈。那么这几天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当时候你们是透过什么样的状况知道说这个以色列有状况了？是透过新闻呢，还是透过什么样的这个电视，还是怎么样知道这个讯息的？我们是周6的早上有听到那个防空警報聲，那從那個時候就進去了我們的防空號，那就開始讀新聞，那也知道從那邊事情發生了。那天早上其實我們跑了9次，那我們因為以前以色列都有被哈馬斯攻擊，只是通常以色列的鐵球系統都可以攔截到哈馬斯的火箭炮，所以我們就覺得說不會有什麼問題。即便說那是我們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跑防空洞，但在下午的時候就開始傳出消息說哈馬斯跑進來以色列本土，然後有
抓走一些人当人质，然后杀了一些人。那个时候新闻还没有证实是真的消息，只是群组在传。那时候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可怕，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结果就新闻开始被证实，真的我们就看到有妇女、老人、孩童被抓走。然后死亡人数从一开始说的好像是50个人吧，就开始越来越多，到100个、150个。我们很难想象以色列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被哈马斯恐怖分子这样子的蹂躏、杀害。是，你刚刚描述说你当天早上就进到防空洞、防空壕，对，这个防空壕。就在你家里头吗？还是1993年以后，以色列因为他要对付恐怖分子，所以所有的家在新家在新建的时候，以色列政府是规定也有补助，在住家里面，其中一个房间就必须是防空洞。那个房间的大小是够放1张双人床、衣柜，就是一个正常的房间。所以1993年以后的房子都有一个防空洞，就在住家里面。所以它是在你的住家里头的。是的。那这个住家里头，它有基本的这个维生系统的供应，包括有空气、有水。对，水的话没有办法，因为就是厕所如画面所显示是在防空洞的外面，但是一般都是这样啦，就是以色列它规划的防空洞在住家里面就是个房间。是。那如果是1993年之前的老房子的话，政府就是额外的在花钱升级他们的住家。那也有一些地方他们是没有防空洞的，像是1980年到1993年之间的房间，他们是刚好就是没有政府没有补助，所以他们自己也没有钱去升级他们的住家。那些人的话，他们就没有防空洞。好，你们夫妻俩是多久之前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到定居的？我本身是从2014年到现在。我是2014年。2021年疫情期间的时候来做留学生，然后认识他。那我想请教，201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是为了工作才来定居吗？是吧？不是，那个时候只是来留学。来留学。那你知道以色列的状态其实常常必须要跑空袭，我相信你工作的时候也跑过空袭，是吗？其实我在留学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个空袭警报你要看在哪个地方，哪个区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都有可以听到，所以就刚好我在住的地方就没有。其实忘记跟你们说，在我从2014年到现在，这是我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听到那个空袭警报，所以这是第一次，对你们来讲也相当的震撼哦。可以了，可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空袭警报本身不是我们觉得震撼的地方，是后来的这些被绑架的人质的人数已经超过我们可以想象，以及他们受到的待遇，以及被杀害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无辜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跑空袭警报，我觉得跑100次我都无所谓，可是他们被杀，我觉得我心里很生气，很难过。因为我也是在以色列有几年了，所以我不是一个好像一个观光客，所以我对以色列的状况有点认识。是，那么除了大家对哈马斯的谴责之外，你们觉得几乎你们算是定居而且半个以色列人的生活状态了哈？那么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准备工作上面？我们也从外电哈，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当地的希伯来文的报道，到底对他们这个国家的这所谓的防空系统也好，或者是战争状态的准备也好，你有一些耳闻吗？或者是有看到所见所闻？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请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说，对于以色列军队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当地的新闻报道，说到他们在检讨为什么没有这个情报？为什么没有？对，你讲。你讲。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现在有没有在检讨说，怎么会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哈马斯怎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有，当然有，就是每一天我听那个希伯来人对希伯来人或者听看电视他们都会讲这些东西，可是他们也是很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那些恐怖分子除掉，那然后才来彻底来去观察，所以陆陆续续会，好像今天早上有听到那个他的军队，他们其实在当晚，就是说周五的晚上，好像有一些情报，对，可是所以那时候在过节，对，但是在做过节，所以这种东西他们就慢慢的，他们的主要的不是目前还不是在这检讨，对，目前在打敌人。对。好，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两位哈，两位基本上都是从外地进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也从这个影片里头看到约阿密也走过比如说城东区，那么阿拉伯区，那么你们平常其实一定也有接触过阿拉伯人。阿拉伯，对。那么对你们来讲，你们会分阿拉伯人跟哈马斯分得出来吗？或者是说会有所警戒呢？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分不清楚。我觉得就是关系吧，因为我们通常会去阿拉伯区那边去他们的超市，或者去剪头发，或者洗车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去那边会比较便宜。那然后他们看到亚洲人就没有那种好像敌意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是很喜欢他们。那我觉得阿拉伯人都很好，都是我可以说他们可以跟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外表，或者说我可以跟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是觉得很可以亲近这样，所以可以当朋友。我们婚礼的花商就是阿拉伯人，对，所以其实种族不冲突，在我的影片里面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种族不冲突，和平才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常态。但是因为媒体报道的时候，通常都是有重要事情。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每一天都是在发生冲突，就连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时候，可能你们看到的影片是轰炸什么，但是我们耶路撒冷很平静。从礼拜六到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平静，只有一次有跑过防空洞。是。所以我觉得现场跟媒体呈现出来的一定是有落差的，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好，我待会会请两位来谈一谈，在约旦河西岸乃至于这个耶路撒冷地区呢，关于这个 H1、H2， 那么这些区域他们的出入，他们巴勒斯坦人怎么出入，怎么被管制的状态哈。那么我们会我们现在先访问现场的几位专家，那么劳烦待会呢再请你们来上线。那么刷来，我要请教到崔老师哈。观众朋友大概这几天应该已经知影讲这就是中东这就是见袂煞。但是，若要讲较近的原因，有哪几个原因要讲给大家来知，要按怎感性来讲给大家来听。以巴之间的这个纠纷，它其实历史渊源非常的久，就是如果简单来讲的话，它的原因大概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以后，是这个联合国通过181号的分治决议。那从这个分治决议以后，以色列建国，在1948年建国，就开启了以色列跟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修建。这大概就是以巴问题的原因哦，因为在战争里头，透过每一次的战争，以色列占领的的土地，已经远远超过当初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所允诺让犹太人建国的这些土地。
那对于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从情感上面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哦。那比较近一点的话，大概可以归因于就是在战争结束，然后以色列占领之后，以色列在譬如说约旦河西岸的屯垦政策，它其实冲击了许多非常居住在当地这些巴勒斯坦的生活，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利性哦，这大概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静音，还有提到就是像以色列有一些比较极右翼的政治人物，他们有的时候会到耶路撒冷宗教的圣城，就去发表一些比较对巴勒斯坦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些就是言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那这也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是有些刺激啊呢，刺激或是亵渎到他们宗教的那个意味在里头。那另外的话，还有我认为大概这次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从川普时期开始到现在的拜登，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它其实变化非常的快速。那你可以发现，从川普时代开始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始考虑跟以色列发展正常化关系因为其实从以色列建国以后，只有在1970年代的末期，埃及率先就是承认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国家一直要到1990年代时期的约旦，那在之后就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了。那这一直要到就是川普时期的时候，才开始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巴林第3跟第4个阿拉伯国家承认。那另外还有2个国家是在就是非洲就是苏丹跟摩洛哥。那除此之外，22个阿拉伯国家里头，到目前为止也大概也就只有我刚才所陈述的这些国家有承认以色列但最近就是拜登政府他开始试图想要调解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的就是纠纷。那很有可能就是拜登政府能够促成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的和解。那因为沙特阿拉伯在整个中东地区里头，这大代志呢对，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几乎是整个逊尼伊斯兰世界的龙头国家。所以一旦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转向，我认为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阿拉伯国家也开始会考虑或是跟进承认以色列。但是我认为就是对于巴勒斯坦来说，这种以阿之间的那个和解，可能会冲击到他们就想要建国的这些理念因为可能他们透过这次的恐怖攻击行动，想要让世界或是让阿拉伯国家意识到，就是所谓的以巴纠纷，其实它问题的症结点还是在土地跟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那这个整个这个以阿之间和解的趋势其实会让哈马斯就是有非常严重的危机感，因为很有可能他的这些想法跟理念会开始被边缘化。因为一旦就是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以后，阿拉伯国家可能关心的是他们自己本身跟以色列之间的安全跟经贸合作的关系，可能巴勒斯坦问题并不排在这些国家的就是外交政策的优先考量。那我认为这是许多巴勒斯坦，特别是像哈马斯，非常非常感到焦虑的一个问题。这个哈马斯但是我想观众朋友有一个了解就整个巴勒斯坦就巴勒斯坦其实有2地，一地伫这个约旦河西岸咱这个地图咱即摆咱来看就约旦河西岸这地这个边就是加沙，就是这2地。但是呢，这约旦河西岸内面还有 A 区、B 区、C 区，大概我就先移过。讲这 A 区、C 区内面还有驻地区啦，还有啥物这国土内面其实是真散啦。而且这个内面还佫分作2个政府，一个叫法塔，一个叫做哈马斯。这哈马斯进前选举选赢，结果法塔就宣布讲，我甲你改选，这2边甲拢袂合啦。所以头拄老师讲的迄个背景呢，这个法塔可能是较温和的，有想要较和的，这个哈马斯是较歹的，想要建国的，想要安怎？所以伊会感觉讲，伊可讲要消失，伊要边缘化的意思，是不是安尼？是。好，下来我要请教张老师张老师，咱看这张图表这头拄迄个崔老师也讲，二战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领土一摆相战，一摆相战了，伊就将中断，伊土地就中断。这国际上
拢足侪摆甲调停啊，但调到上后尾，伊即摆北平的戈兰高地嘛，甲占掉啊。他拄仔咱要录影进前，佫开始咧修剪啊。伊是要放啊，无爱放，还是讲伊到底是整个什么策略？是我讲应该是讲伊的合法性在哪里？在国际性的合法性在哪里？这头拄崔老师讲啊，已经足清楚，我小可甲补充了吼。讲实在吼，以色列甲这个阿拉比亚甲巴勒斯坦哦，到底是虾米人对，虾米人唔对？吼，虾米人伫虾米时阵对，虾米人伫虾米时阵较唔对？这个对咱台湾人来讲吼，其实足复杂，而且咧真正要讲较清楚，咱节目3点钟可能嘛讲袂煞。老师，咱才来啊。对，所以吼，我真正吼感觉，咱台湾人徛到台湾吼。去了解啥物人对，啥物人唔对，这重要当然是重要，但是上重要是了解讲咱台湾人会当为内部这种代志、这种历史吼学到啥物物件。因为台湾讲实在吼，咱支持倒一边吼，对恁真正一边嘛无啥物真正的帮助。颠倒吼看人的经验，学看咱应该爱学啥物，了解啥物。对，我感觉这足重要。我感觉对咱台湾人来讲上重要就是吼，这个头拄仔已经讲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就讲迄个所在爱分两国，一国叫犹太国，就是即马以色列；另外一国是巴勒斯坦国。这个当然，这个分的时阵吼，这个两边拢有意见啦，因为犹太国的所在是较大，但是上侪是沙漠。吼，这个巴勒斯坦国所在较少，但是较肥，吼，这个土地较好，所以两边的人拢有反对。但是真正的历史是，以色列人感觉讲，咱要接受，这机会无就无法度啊。联合国讲咱会当建国，咱就配合联合国，咱就有进动性。结果巴勒斯坦人就无满意，就无建国，所以咧，真正结果就是无建国，结果互人土地互人占去。所以，即马以色列75年来就讲，咱有理啊，因为迄个时阵两边拢会当建国，是恁家己无要建国啊，你无建国过来拍咱，结果互咱拍输，所以即马恁的土地就变到咱的。所以对咱台湾人来讲吼，上重要就是吼，国际上二次大战结束的时阵51国，即马要200国，增加100多国，代表啥物咧？对一个民族，对一个人民来讲吼。建国是上重要的代志。你有一个国家，你就会当伫国际上有声音，你就会当有国际上人家信任的边界，你就会当讲别国来拍咱的时阵，咱就有进动性，讲伊是侵略。我感觉这是上重要。即马当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嘛无偌好，这是事实。但是咧，问题是你即马就是互伊统治之下。为什么你伫伊统治之下？因为你咧国家的国土。伊个时阵，你无建国就互伊占去嘛，这是一个上重问题。你即块，你当然咧讲啦，以色列强嘛，美国挺甲你支持嘛，安怎，这种无毋对。但是咧，咱看世界上有足侪其他即个案例，亲像中国，哦，中国足大，蒙古人口无1000万，500万，即马敢有可能讲中国走到蒙古的？规定去掠人，亲像伊伫香港安尼去掠人，无可能，因为这是两国。所以咧，对咱台湾来讲，上重要就是看到讲，哦，以前就是一边的人吼，感觉不管如何建国甚重要；另外一边的人就感觉讲啊，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处理无满意，吼，所以影响未来75年的历史。我想这是上重要。第二咧，即马对。台湾人来讲，足侪人甲抗议，我讲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上歹，吼非常歹，亲像个加沙，即个加沙走廊甲关起来，吼，即个非常无人权，非常无人道，即咱大家拢看有。以色列政府家己嘛承认，这无法度。为虾米咧？咱爱看到，这就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修战啊！修战，即马就是较严重尔，所以咧，你另外一国嘅人吼，是无可能去要求北国嘅人吼，北国嘅政府对我对我讲有啥物义务啦，对我足好，对我人权领导无可能。吼，咱袂当讲把巴勒斯坦人受罪是以色列人民讲，所以咧，伊会当甲以色列政府要求伊有啥物权利，有啥物义务，因为伊无国家。
即马当然的上大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即马已经到1994年，伊就伊承认，伊就有这个奥斯陆协议，会当有自治政府。但是咧，伊这自治政府咱嘛承认，成立以后内部无啥团结，意见嘛足济啊，意见嘛足济，意见济，所以75年前无建国，意见济到即马来讲也是足济的问题。所以咧，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来讲内部的团结是非常的重要。即马我看为什么即边哈马斯要即马这个时阵，伊战到几十年，为什么即马这个时间来攻击？因为咧，差不多2个月以前开始以色列内部嘛无啥稳定咧，伊嘛有罢工，伊个总理嘛讲爱改法律，爱增加政府的权力，结果伊内部嘛抗议足严重的呢，所以咧，这可能就少讲引起咧哈马斯讲这个机会已经来啊，所以咧，咱看即马这个差不多几下工以前上严重的这个城市，就是伊较边啊，这个较这个边啊，这个几个是，还有较严重。为什么这所在较严重？因为这几个所在第一是拢办足侪活动，较无戒心；第二咧，离加沙较近，所以咧迄边的人甲这个巴勒斯坦人来往嘛较侪，感觉讲这个无遐严重。颠倒是争议较大，耶路撒冷迄个以色列防备较严，伊就唔敢伫遐发动攻击。所以咧，上重要就是咧，袂当讲失去戒心，失去戒心。即马看到代志足严重，以色列互人抬到足严重的这个所在，拢是较边的所在，他对这个巴勒斯坦较无戒心的所在，所以咧无军队，嘛无啥物较严的这个力量，所以就互伊入去。所以我感觉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你即马看到哈马斯伊嘛足勇的呢，这个火箭啪啪啪，这个以色列。是世界上军事伊是嘛是，飞机啊，佫有台湾啊，最勇的呢，伊军事是非常之勇的。这个以色列军事甲台湾的军事，我是有全世界可能认为台湾比因较强的无啦。结果咧，哈马斯把握时机，这个拍出去，伊赶快会当造成以色列的这个损失。损失咯。即摆中国甲台湾，中国比哈马斯唔知大偌济，所以咧。台湾假是讲，即马感觉讲，咱爱和平啦，咱爱挑衅啦，就会当讲，互中国歹拍台湾我感觉这是最迷茫啦。这我来请教学检总编辑，有人讲你是安怎以色列你击败你情报拢失灵啦。嘛我有读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新闻有人开始咧骂讲，事实上埃及。有迄情报因为埃及甲迄个加沙足近的，因拢有监察嘛因为我有甲恁讲呢，是恁挑工无听的呢，恁是挑工养奸要创啊要一摆要来回击，你是安怎看这项代志？是安怎伊的情报会失灵？是这个次的这个事件在网络上有人说是以色列的珍珠港，或者是911有人这样子去比拟那当然就是说，这种以这个事件来仰战，这个我觉得未免有点太阴谋论了一点。对，因为你会不知道说你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你整个情势会怎么转变，你会承受多少的损失？不一定能够控制嘛。对，那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它其实做的是很全面的，比如说他们有专门的单位，他们比如说莫萨德，比如说他们的军事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他们的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也有他们的情报单位跟行动小组，那他们很擅长的就是说，在埋伏，那甚至于说绑架，他比如认为说你有什么犯罪嫌疑要绑架你，然后甚至于是说甚至执行暗杀的行动，那这样子的这个是非常的绵密的这个系统。那这一次有一种讲法是，目前梳理出来的说法是。因为过去几年以色列他们比较针对，比如说通信，这种比较高科技的电子讯号的情收，比较着重在这部分。那这一次哈马斯他们筹划这个活动，相信也做了很久的计划跟演练。可是他们大多数的沟通可能变成是回到比较传统，甚至于说原始的沟通方式。等于说我的电子信号的特征并没有那么容易的被察觉到，然后加上说。
他们普遍以色列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件事情的那个情势可能已经趋缓了，我们又要跟这个阿拉伯做建交。张老师讲的，对我的乐观性，对，我太过于乐观，因为像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就是这个以巴在加沙走廊这边有受到地道战术的洗脑嘛，那地道战术并不是越战式的那种狭小的土坑，它是混凝土的。可以让人在里面完全行走、运送物资的。那他那个时候，以色列是用说，比如说我施工团队或监控这个施工团队他的手机信号，然后他突然消失了，又突然出现了，就表示我可以找到这个地道的出入口，然后我再去查询这个地道在哪边有什么分支，然后我再想办法再去破坏它。那这其实是非常旷日费时的，然后你要重新建立这个逻辑性，建立这个系统，所以。虽然他们的这个情报作为的手段是非常多、非常缜密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确实是有疏失，并没有事先提出预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赎罪日是一个节庆嘛，所以他们的就像是珍珠港事件，美国在过周末，他这样子的一个，或者说像总编辑，你认为讲下来，因即马因为咱睇到日节目进程吼，因即马已经开始探价，我看到探价已经。超几百家，他们遐头前咧等啊，是啊，英文写叫 at war， 是，就是战争当中啊啦，吼，已经开始要去啊。对。啊，但等他看新闻台是讲，我开始紧急的内阁啊开始啊，吼。是。你认为这推进去到加沙，迄情形是啥物？有人讲哦，这一定是这内面拢建筑物啦、人塔人啊，这是要安怎建？你预期咧？预期上来讲，当然是缓慢而血腥啦。就是说像对，像比如说你这种叫我们叫著名地战斗嘛，著名战斗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城市战、巷战，这是世界各国军队传统上要避免的。比如二战的那个史达林格勒，他的外号叫人肉魔方，就是你双方的士兵是用嘎巴机啊，对，绞肉机让尸骨去这个地方去相互牺牲，而战果非常非常的微小，对，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消耗。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他进入这个战争行动，他必然要这样做，因为他要有一个军事上的回应。第二个就是说，以色列他也发展了对应的战术，像他们会有武装的推土机，像这一次，10月7号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说，哈马斯利用推土机破坏边界的围篱之后，让枪手乘机动车辆，对，比如4轮车或者是摩托车，然后再把人掳走回到那个加沙走廊嘛，哈。但是其实推土机这个战术最早是以色列在使用的，它改装美国卡特皮拉 D9型的大型的推土机，对，它在关键部分加上装甲去保护它，然后有防弹玻璃，然后它在跟战车跟士兵协同，就比如这个街屋，它的强度并没有大到我必须要去轰炸它或者是炮击它，我直接把它推倒，所以。非常引起争议，就是说，因为这个街屋里面是不是有平民百姓在里面？对，他愿不愿意避难？所以后来以色列他发展一种战术，叫做敲门战术，或者是敲屋顶战术。就在这一次的一些网络的影片上，大家可以看到，他宣告要轰炸某一栋大楼，然后他在轰炸之前，他会用比较小的那个当量的这个炸药、爆药的这个武器先攻击。那里面的人他可能知道说啊，这个袭击要来，他们会逃避。对，可是到底是不是所有平民都避难呢？这个不得而知。但只能讲说，在这个行动之中，这是他军事上面能够做的选择有限了。那有名的就是有一段影片，在应该是今年的5月，是半岛电视台跟好像是美联社的一个大楼，以色列预告我要轰炸这栋大楼，然后记者还可以测出大楼在隔壁的屋顶上拍摄。对，那我们就很清楚看到2枚的这种我们叫 JDAM， 就是雷射导引的炸弹，一枚从左边，一枚从右边去轰炸那大楼，那大楼算是应声而倒，而且甚至有种说法是，它可以精确的算出说，它倒塌时候的瓦砾不要在周围有太多的波及。对，但是这个只能说在战争的残酷下，这一点仁慈是微不足道的。是啊，并没有，你就要去修台啊，要去做干。对，那这次有个讲法就是说。这是因为已经进入军事战争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也不会再让你就是有这种我还提醒你我要攻击你，可能就真的是真枪实刀的去做逐屋的清扫。哇，这想起来就惊了，因为咱知影加沙
像张老师，崔老师，咱加上人口才有几百万210万，210万哦，210万，啊，唔就一个台北市加基隆市，这个人口，台北市左右吼，啊，这人口是，这密度是真悬的呢。所以我要请教崔老师哦，他在遐面容易的时候，我讲崔老师，你对这个战争你的看法是啥？崔老师甲我回讲啊，足悲观的啦，讲这未了时啦，无了时，是安怎未了时？没有办法结束嘛？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以巴之间的问题，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点，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那政治问题就围绕着巴勒斯坦的建国跟土地问题，所以只要一天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以巴之间的冲突跟纠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解的。那它的困难点又在于，像我们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哦，国家跟国家之间，只要涉及到主权争议的问题，都是非常难去解决的。那以巴之间的问题，除了有涉及到双方对于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主权归属的争议外，它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民族跟宗教的问题，那又是更困难的一个议题了。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悲观。完全无解啊！这调停哦，这个桥的人，无法度去桥讲，无安尼啦。恁吼大家的人吼，恁会当小做好心的，你若扭出来啊，互因大啊，大家挂挂的啊，这安尼拢无人，因为咱也知影讲过去真侪人也有参与过这种和谈嘛，完全无可能性啊吗？在历史上，以巴之间的和解跟和谈有几次成功的经验。像刚才提到1970年代末期，当时候埃及总统萨达特，然后就率先就是承认以色列啊，可是最后萨达特不得好死，被自己内部的民族主义者暗杀。那90年代时期的时候，以色列当时候的总理就是也促成以巴之间的和谈，可是他最后也遭到就是暗杀。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它其实涉及到非常非常复杂的政治啊、民族跟宗教的议题。那这些问题的症结点没有解决，是很难就是期盼以巴之间能够存在一个永久性的和平。田老师，你的看法？我看法是安尼啦，就是军事的行动差不多1个月结束啦。这是无可能，亲像迄个乌克兰甲罗西亚拍到近2年无啦，伊个传统的历史伊嘛无是这种力会当拍遐久啦。这个哈马斯当然伊是基本上伊毋是有遐尔啊侪外国会当甲支持啦。武力一定会当就是用这种游击战的这种的方式，所以伊无可能讲是真正挡偌久。这是一个足现实的问题。在以色列来讲伊虽然是伊军事强啦，但是不管如何伊爱考虑国际的反应啦。伊嘛无可能讲真正什么把210万人全部抬了，还是全部甲抓起来，这嘛无可能。伊国际上以前6遍的战争拢是国际出来做咧调停，所以咧伊2边拢接受，所以接受以后，佫继续以后是要安怎发展是讲，但是现实上2边拢感觉讲国际上对我的支持，对我的形象，这是足重要。所以可能袂讲真正拍足久，但是伊尾啊是要安怎，后手是要安怎，这个崔老师讲对，就是以后佫讲啦，这是第一。第二咧，就是即马这边战争上重要的就是虽然经过75年战争嘛拍遐济，但是真正国际形势，迄个状况是愈来愈济的阿拉伯的国家无受甲以色列继续战落，所以咧埃及、大趋势是安尼对，大趋势就是埃及、约旦这些国家豆啊，渐拢甲以色列开始建立较正常的关系。即马上大就是沙特阿拉伯嘛，沙特阿拉伯即马也是真正这是有这个足大的带头的作用嘛。所以咧，就是其他国家以前都足像像叙利亚。埃及以前都为着巴勒斯坦人甲以色列战4、5遍的，伊国家讲实在仁至义尽，出偌济人去，
为着这个巴勒斯坦人去牺牲呢？即嘛不管如何啦，你看即嘛敢有出来牺牲？嘛无嘛。所以这个大的趋势是，真正以色列虽然伊个国家的政策，不管是外交还是内政，还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足侪国家、足侪人权的团体批评，这是事实。但是大的趋势是，伊伫国际上愈来愈得到。安尼老师你安尼讲，我感觉有淡薄仔希望呢。就是即摆来讲，沙特阿拉伯已经拍差不多要一礼拜啊嘛。你沙特阿拉伯敢有出来讲支持哈马斯？伊嘛无嘛，因为伊上大敌人是伊朗啊。吼，所以咧，就是讲吼，真正一个国家吼，还是靠本身的外交、军事吼各方面吼朋友爱交啦。吼，昨有一个人甲我问。问讲，我这个长辈嘛问讲，以色列底下伊个石油多以来，因为台湾人感觉讲，伊这个阿拉伯国家不善啊，这不善的，结果伊石油对来，结果咧我去查，伊透早的石油是苏联啦，后来是伊朗啦，后来伊朗革命以后就变做埃及啦，因为埃及甲伊建交嘛，后尾也就俄罗斯嘛，即嘛就是伊本身已经发现有页岩油，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吼，这个咱倒无一定讲对这个问题吼遐尔啊悲观啦。但真正要注意的是咱什么？你台湾的问题啦。台湾就是吼，讲实在无人的实力，无人的外交地位，但是咧，甲中国之间的问题吼，愈较歹解决，吼愈歹解决。嘿，即摆外场吼，我来连线咱的这个约阿咪两位，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的图表上面有看到哈，约旦河西岸里头有一个所谓的分区管理，我想要请两位哈描述一下，你们日常有看到这种情形吗？比如说在 A 区是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管理，面积是18%，主要的城市是像 Jericho， 或者是拉摩，或者是伯利恒。那么 B 区呢？是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管理，但是受到以色列军方的控制，总土地是22%。那么 C 区呢是以色列政府管理的卡布兹，那么占60%，是屯垦区所在的。那么这些人要出入的时候，他们有展现出很方便吗？还是说你曾经看过或者有朋友跟你说过这里面出入的状态，一般的生活情形是什么？现在目前以色列跟西岸地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现况就是这样子。西岸地区分为 A、B、C 3区，那以色列公民是不能够进入到 A 区的。那在 A 区里面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是在 A 区。那 A 区跟 A 区之间，因为他们被以色列的道路就是区隔开来，所以只能用以色列的道路嘛，所以就是要。用道路的时候，道路是 B 区，所以在 A 区跟 A 区之间用的道路，它又划为这个道路是 B 区，是以色列的军方在管理。对。那么，像你是你不是以色列的公民，好比说我们现在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好了，我们有2条路，一个是走高速公路，另外一个就是走经过西岸地区的路。那我们走西岸地区的时候，它还是算是在以色列的领土里面，那个是属于 B 区，就是我们是在 C 区跟 B 区，但是我们不会进入到 A 区。是，那么刚刚你说 A 区的人他没有办法自由的到 B 区来，对吧？可以，他可以，但是他需要 A 可以到 B， 但是他不能够到以色列。他不能到以色列，就是不能够到像是不能够到耶路撒冷，不能够到加拉比，对，他要有工作许可。以色列境内其实也是有蛮多就是拿到工作许可进来的所谓的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是，那么包括比如说我今天一时兴起，我是巴勒斯坦人，但是我想要去旧城区，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去朝觐一下，我可不可以这么做呢？如果你是在20年前，你可以，但是现在的政局是不可以，是因为在20年前发生了很多的恐怖炸弹攻击、自杀炸弹的这些，使得以色列必须要盖隔离墙出来。
所以以色列建国1948年到2000年之间，有几乎是50年的时间，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因为和平越谈越不和平，然后对方的手法越来越激进，使得以色列不得不做出一个可能大家看起来觉得不合理的安排，但是以色列没有更好的选择。是。那么刚刚在场的3位来宾哈，其实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3位老师啊，其实都有一个问题，我想来请教他们对于未来的和平哈，像崔老师他有一点悲观，那么张老师的认为说，其实大的趋势很多人都开始跟以色列交往建交，那么大的趋势会逼使这个很多的也不叫逼使，会让更多人会希望这个和平往和平的方向走。那么不管是法塔也好，或者哈马斯也好，可能都会在未来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出现。你乐观吗？你乐观吗？我不乐观，因为我觉得哈马斯跟他们目的就是很清楚，就是要歼灭以色列，歼灭以色列，就把以色列毁掉。所以他们所以你有看到是最近的，就是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显出他们里面所想的东西。所以这种人是很难跟他们讲和平，我觉得。可是我要讲的也是就是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那种的想法。那这些人就是很就是特别难，就是我们以色列要去加沙，就是如果不要彻底的现在灭除这个恐怖分子，他们很可能几年后会发生同样的事，甚至更严重。是。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内部，因为我有接触过以色列人，然后也有我们自己也有学弟学妹在这个耶路撒冷念书，或者在约旦念书，他们有接触巴勒斯坦人。那么有很多的巴勒斯坦人告诉我们，包括他们的记载的书，就是他们的早年的家族的流离失所，或者是这些悲惨的经验，包括。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漫画家在伦敦被暗杀的这个阿布阿利，应该叫做安金阿利哈。轰的。对，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相当程度的温和的人道主义者。你觉得这一部分的这个人在以色列的这个言论市场里面，是多数吗？还是说不行？这一次哈马斯已经弄到我们。大家要完全硬起拳头来，一定要把他们消灭为止。其实以色列人对于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对于加沙走廊里面的人民，其实他们并没有恨恶，他们是对于恐怖主义有很深的恨恶，因为当今天牵扯到民族的存亡。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总理叫做 Golda Meir， 她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的女总理，也是以色列至今唯一的女总理。她说，我们犹太人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不像阿拉伯人，我们是无处可逃。所以今天犹太人可以跟阿拉伯人做好朋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他们跑来以色列领土开始乱杀人，那他们没什么好谈的。好，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一切平安，然后呢，能够再继续在耶路撒冷好好的生活，小朋友平安长大。谢谢2位，谢谢。好，谢谢崔老师哈，因为时间咱今仔日时间实在真紧哈，剩5分钟哈，我先请崔老师来讲哈。像你头仔所讲的，因就算讲伊是住在以色列这个台湾人，吼，一个新加坡人，因先生是新加坡人。对着这战争的恐怖哈，他这老师对着讲，这个战争的结束，虽然张老师是讲1个月就结束了哈，但是这个是，我相信崔老师讲的是讲，这个拍袂煞，讲一个，佮拍一个，讲一个，佮拍一个，讲一个，佮拍一个。
但是大趋势是讲，大家建交。但是我也想讲，伊朗若無建交，这个土耳其今仔土耳其佫开始咧罵吼，因会安怎做？因会远远来遥控，这哈马斯讲来，我佫予你武器，佫建落去，敢会安尼？可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是以阿之间的和解，可是其实在今年4月的时候，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間也有和解，所以未來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這個中東地區，三大民族啊，阿拉伯人、波斯人跟這個猶太人，有沒有可能因為就是彼此之間的那個諒解，還有了解到這整個就是大時代的趨勢、區域的這個轉變，還有生活在自己各自國家人民的心聲，我覺得這可能是各個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要考慮的。那另外像哈馬斯的領導人，我覺得他們可能也必須要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恐怖主義基本上就是政治的延續。哦，那過去的經驗，像比較有名的例子，講那個就是 IRA 北愛爾蘭共和軍，過去也是長期跟英國政府作戰啊，那最後還是透過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就是恐怖主義這種以暴制暴的方法，不管是就是哈馬斯攻擊以色列，或是以色列反擊就是哈馬斯，這種我認為只會造成就是這種暴力的循環，它其實並沒有辦法達到永久的和平，和平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短暫的，所以問題還是要解決到這個政治的問題。政治要解決。好，鄭老師，你認為政治解決上後尾還是比政經實力啊，政治甲經濟實力啊？因為猶太人對着美國嘛相挺吼，小等我來請教着總編輯啦，鄭老師。我想政治當然是一切的這個結果啦。就政治來解決這個軍事的問題，這是大家攏知影吼。但是我個人認為吼，這個真正吼愛有這個本身的實力吼，佫會當佇政治上吼，你有愛提出來，政治上你愛人接受你的主張吼，當然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實力啦。這是這個人愛了解。第二個就是吼，我感覺對咱台灣來講，愛是強調這點吼，愛避免吼，愛就是這種吼決策嘅錯誤。這邊來講吼，親像哈馬斯這個去拍這個以色列，這當然一開始吼，伊哋是足歡喜嘅，因為以色列實在是過節迷迷茫茫吼，互伊拍到失敗。但是尾啊以後吼，是毋是你真正佇巴勒斯坦的內部吼，你是毋是去互以色列是扶持一個另外較和平的勢力來這個消除？這嘛是毋是無可能嘅代志啊？所以咧就是以色列是毋是會利用伊內部本身就是各種嘅政治嘅勢力吼，去找愛講你內部家是倒一邊嘅人得勢，我就真正互你較大嘅和平。對你來講，譬如講你這個所在家是哈馬斯執政，我就封鎖；另外一個所在家是法塔，家是較和平嘅，我就開放，我就幫你較自由。這攏是足濟，但是重點是你要有實力。所以咧，我看真正要注意就是咱台灣上重要就是咱即馬國防嘅準備看到外國嘅戰爭咱應該回頭來看，咱嘅國防嘅準備是毋是會當對應即馬可能嘅戰爭？親像你即馬以色列無人機，逐工去放迄個加沙，不管有放着無放着，來就來去就去，根本無人影響。所以就代表啥物咧？哈馬斯的啥物刺針飛彈，伊嘛有中國甲蘇聯製造的類似的武器，完全無效。親像，但是咧，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嘛有愛國者三型，伊嘛有鐵穹，但是咧，哈馬斯的火箭拍過來，一種消極的防空，也是無法度100%擋掉。所以咧，就代表講，咱台灣過去不斷的強調啥物刺針飛彈，啥物防空系統。啥物啊？甲敵人拍啥物城鎮戰？這物大家安怎？到底是佇即馬戰爭愛可怕？是毋是真正有路用？愛想看嘛。總編輯拍攝1分鐘。拍攝。那個，在這個武器的較量之中，哈馬斯絕對是落下風了。可是相對來講，他們用很低的成本，比如說火箭彈，它火箭彈還不是軍規制式的，它可能是土造的，對，有個簡易的發射架就可以轟擊。
那铁穹系统也是在这样子的概念之中诞生的，那性能非常不错，可是它拦截率，比如85%到90%，它还是会有1000枚里面表示还会有150枚落到居住区嘛，或者是，但是好在说这种火箭它并没有导引性，所以它落下去也未必是100%会造成当地民众的伤亡。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对称的战争所造成的仇恨，其实我认为是这件事情的重点，因为它会去循环。那我们任何一个和平进程的概念提出来之后，这个循环或者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一定要停止。对，他会不会说啊，我不满意你，我用暗杀达到我的政治目的？那其实这个在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嘛。他崔老师的攻击。对，就是说，你说在那个暗杀日本首相啊，或者是。